大家好，歡迎再次嚟到為神州禱告2分鐘。咁咧今日咧我哋會為到蒙古呢個民族禱告。協同會嘅宣教士 Stuart Gunsel 咧喺1949年離開咗內蒙呢個工場，轉到香港喺大嶼山進行蒙語文字嘅事工，可能好多香港嘅弟兄姊妹都未聽過。咁當中亦都負責翻譯同埋修訂蒙語新約聖經同埋部分嘅舊約聖經，亦都編寫呢個英蒙詞典同埋語法書等等嘅。寄聖經翻去蒙古噃，亦都有參與韓國遠東廣播我哋嘅一個蒙古語嘅廣播啦。呢一個蒙古語新約聖經被稱為係古雅嘅翻譯版。咁喺1953年呢，由香港聖經公會出版，印刷咗8000本。咁後來呢，就喺一個播道會，我諗我自己以前喺香港播道會服侍都好，大家都可能聽或者好認識一位宣教士啦。佢叫做許德里姑娘Doris Akbar，亦都係當年好早期喺內蒙古宣教嘅宣教士，佢係許牧師嘅女兒。咁許德里姑娘幫助佢哋呢，亦都呢一個口語蒙古新約聖經，亦都喺呢個2000年完成咗嘅。而德國嘅蒙古差會呢，就已經翻譯咗口語嘅蒙文嘅創世記同埋詩篇。咁呢個版本嘅聖經呢，亦都喺2004年出版，首版呢都係印咗1萬本嘅。我哋一齊低頭禱告啊！主啊，福音一早已經喺蒙古族嘅當中傳播，我哋亦都睇到聖經曾經多次被翻譯成蒙古文。主啊，我哋懇求你繼續保守蒙語聖經嘅翻譯。我哋據聞甚至喺內蒙有官方嘅認可嘅教會主導緊呢啲翻譯嘅工作添。主啊，求你去恩待，讓蒙古語嘅聖經翻譯廣傳，讓更多蒙古族嘅人有機會認識神嘅福音。我哋同心禱告，奉主耶穌基督嘅名，阿門。一連3個禮拜為到無論係少數民族或者偏遠山區嘅福音需要，就嚟到呢一度。咁下個禮拜呢，我哋會繼續為到神州唔同嘅需要一齊守望。約定你哋下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